認識動物。大家好啊，我係活力仔，今日同大家介紹動物界嘅哨兵狐獴。大家好啊，我係狐獴，我哋嘅外表獨特，身體修長，長有銀棕色嘅軟毛，尾巴末端就深色，有一對黑眼圈。唔好以為因為長期夜瞓啊，其實我哋眼睛周圍嘅黑色毛圈可以減少陽光帶嚟嘅刺眼感，讓我哋可以喺烈日當空底下睇清楚周圍環境，係咪好似戴咗太陽眼鏡咁呢？仲有我哋耳朵較細小，呈新月形，挖地洞嗰陣時仲可以閉起嚟避免沙塵進入。你哋又知唔知我哋好鍾意站立？尾巴咧就好似第三隻腳，可以保持穩固嘅姿勢。我哋每隻腳都有4隻又長又彎嘅爪，係用嚟做咩嘅呢？冇錯啦，就係用嚟挖地洞同埋覓食啦。咦，你哋做咩個個無端端企起身？嗰度有啲乜嘢睇啊？哈哈，今日輪到我做哨兵啊！哨兵嘅責任就係睇下附近有冇掠食者，咁其餘嘅同伴就可以安心覓食啦。咦，有危險啊！等我叫佢哋小心啲先。呢個就係我哋嘅警戒聲，用嚟提醒我哋嘅同伴可能有危險。你睇下，大家聽到之後呢，就會匿埋起嚟。我呢個角色係咪好重要呢？肉食性嘅我哋主要以昆蟲為食糧，但係亦都會食一啲細小嘅脊椎動物，例如壁虎。哇，你哋真係好有默契啊！不過你哋咁多隻一齊生活，屋企係咪會好逼㗎？我哋係喜歡群居喺地洞嘅動物，每個族群成員可以多達30隻，由2至3個家庭組成，所以需要大型嘅地洞棲息。族群一般都會堅決咁樣排擠外來嘅狐獴。不過我哋嘅體型都唔算好大，成年嘅狐獴身長約25至35厘米。重量約620至960克，我哋嘅壽命一般約10年。喺國際自然保護聯盟瀕危物種紅色名錄中，我哋屬於無危嘅動物。我哋以家庭形式生活，並以一夫一妻制繁衍後代。年幼嘅狐獴亦都會由其他家庭成員幫忙撫養，互相合作。我哋主要分布喺非洲南部，一般生活喺乾旱空曠嘅平原。你哋企咗咁耐，攰唔攰啊？我請你飲支水啊！多謝你先啊！不過我哋唔使成日飲水㗎，主要係透過進食獲取水分。狐獴真係好特別啊！如果大家都想見下呢幾位咁特別嘅狐獴朋友，就快啲嚟香港動植物公園探下佢哋啦！今集時間差唔多，我哋下集再見。